间才11点嘛吼，咱时间才11点，即摆拄仔都11点整，就拄仔好啦吼。安尼咱马上明天有机会啊啦吼，明天有机会啊，看无咱各位先生，别怕谈慢讲，别怕说谈慢讲，嘛真正无法度甲。 经理公家公司建设，因为家己嘛，这个慢慢的嘛，他慢讲啊，慢慢他看我咱各位先生，咱拢真正用咱的智慧，用咱的心，咱的天命来去调整不得这样咱通，咱修炼上天，包括咱的生命上好的礼物，感谢各位，最后叫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 在讲师这边人道提供，婚道提供，在各位咱做这份吼，咱下面吼是咱邀请着咱满大分局下面教官，要来甲咱讲解咱自我保护的活观念。